你求神明吼，若会趁大钱吼，我就唔免等遮做到要死啦。啊，你规工吼，哪样困咧尿啦，搁咧怪我。规工咧补习，哪有时间伫遐拍拍走啦？那是有我在求，有咧保庇呢。因这种人，借钱的时阵借，还钱的时阵，这种人咱是要处理，咱就是专门咧处理这种，咱就是这种。我生命的钱你也敢用，你敢袂伤啊？啊，你又唔惊报应哦？我若等你回来吼，我绝对就会开个国务院，啊，我搁看以后要安怎办法。我每补一开始，我爸就爱加掉一顿性命。